聽日就係學生會會長選舉嘅大日子，我哋好高興邀請到各位候選人嚟到我哋當中接受訪問，講述佢哋嘅政綱。我哋嘅主持會就各候選人嘅政綱去進行提問，候選人會有45秒嘅時間回答。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咁呢個1號候選人莊子剛呢，佢就新增咗一個方案，係學興計劃同埋迎新大使。咁呢，我想問下呢位同學啦，咁其實會唔會同呢個我哋學校已經有嘅關社大使會唔會有咗重疊，或者一啲多餘嘅元素喺度呢？我覺得其實係唔會重複嘅，因為呢學興計劃同埋迎新大使最主要都係協助新入華小學生去適應佢哋學校嘅生活，可以由關社大使去指揮，然之後學興同埋迎新大使就去幫忙去為嗰個新入學嘅華小學生去適應學校嘅生活。咁呢位候選人黃子俊有一個活動係關愛校園正向範圍，佢話要將每週一變成關愛微笑日。咁我問下你，請問呢個關愛微笑日有咩具體嘅活動呢？我哋其實係可以寫啲紙張啦，或者啲卡紙咧，去鼓勵去啲同學或者老師咧，可以傳遞啲正能量啦，同埋可以令我哋嘅正向氛圍咧可以更大。咁樣咧就不但止可以增強咗我哋可以關愛校園啦，同埋咧可以令我哋可以加強我哋關愛同學同埋我哋啲老師嘅能力。黃晞庭，我想問你啦，你哋政綱裏面有一個活動係英文硬筆書法比賽，咁我想問下呢個政綱佢吸引性喺邊度呢？佢參加嘅人數有冇限制呢？如果有嘅話，會唔會係公平呢？如果冇嘅話，就根本冇可能舉辦啦。咁最後想問下，佢嘅評分準則又係啲咩呢？會唔會有啲針對嘅情況出現呢？好，嗰個何瑞南同學啦，咁頭先何瑞南同學就質疑我提議舉辦嘅英文硬筆書法比賽啦。咁其實喺評分方面呢，我哋只要交俾我哋本校嘅英文老師呢去負責就得㗎啦。我相信都唔會出現去偏心嘅情況。而第二人數方面呢，我哋就會喺每級呢去揀12個人，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然之後選6個人，然之後再喺當中揀出冠亞季軍嘅獎項去頒俾嗰3位同學。最後吸引性方面呢，我相信好多同學呢都中意寫作嘅，咁我就相信都唔會太少同學去參與，大多同學都可以係願意參與嘅，我覺得。新聞4號候選人，你嘅政綱入邊有一項提到開放7樓嘅天台，用作俾同學認識更加多嘅植物，體驗原地生活。但我想問一問，開放學校區域係校方嘅決定，你覺得學生會係咪真係可以干預到校方開啓部分區域嘅一啲決定呢？我就覺得呢就係可以咁。因為學校都知道我哋大部分嘅同學咧都係生活喺市區，冇乜接觸啲農作物之類啲植物啦，咁所以咧開放7樓原地，咁就可以讓啲同學咧更加多認識啲植物啦，咁就可以提高我哋對農作物嘅認識。相信學校咧都會知道我哋係有呢個原因，所以我哋先會開啓呢個7樓原地。想問5號候選人，你知唔知綠化校園係校方嘅基本政策之一？咁既然係校方政策，你認為學生會做唔做到呢？校方會唔會答應呢？而綠化全校都好難㗎，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做到？首先，你話呢個係校方嘅政策，不過校方一直都未可以喺所有年級都做到呢樣嘢㗎嘛。同埋我認為學生會係做到嘅，因為其實你只要買幾個盤啦，買啲泥同埋買啲種子咁就得㗎啦。有陣時甚至連盤學校都有添。而且呢，我之所以認為有信心，係因為我認為呢有個華小咁多嘅同學仔嘅加成，一定可以做得到嘅。我想問何卓君呢，你嘅政綱就有提及到話呢，你要增設一個嘅意見收集箱啦。咁但係好多班代表呢都試過增設呢個嘅意見收集箱，但係呢都好少人用喎。咁點解你今日仲要堅持設置呢個意見收集箱呢？咁1、2年班呢就係冇班代表嘅，咁可能佢哋都會想寫啲意見，咁就俾嗰啲老師，咁就希望喺校務處設置呢個信封意見箱，就可以令到佢哋可以表達自己嘅意見咧，咁就令佢哋心聲可以直達老師，咁呢同埋就希望佢哋嘅願望就亦都會可以達成啦。咁我哋如果我當上
會長嘅話，我就會同朗讀成員整理啲意見，然後再轉達俾老師。咁我想問關中卓呢，你個政綱入面呢有提及過有一個活動叫活現求聲，但係我哋而家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已經有一個叫做活現書中人嘅活動，咁已經可以模仿一啲自己中意嘅球星。咁我想問呢個活動會唔會多餘咗呢？我覺得我呢個活現球星呢，如果舉辦到嘅話呢，一啲都唔會多餘咗，因為呢，其實呢，我哋呢啲同學啦，就算有我哋屋企肯定有好多圖書，但係我哋嘅圖書類型呢，唔一定會有我哋中意嘅球員或者球星，咁樣呢，就令到我哋呢冇辦法喺活現書中人度扮演自己中意嘅球員或者球星。但係喺我呢個活現球星呢個活動度呢，我哋呢可以呢唔使用書本呢個條件，就可以扮演自己中意嘅球員或者球星。想問8號候選人，你嘅我是小小作家嘅比賽係咪有足夠嘅時間同埋有地點去舉行到呢？而且個人呢種作文比賽係咪真係會有學生有意願去參加呢？我哋就係自由參與嘅，仲有係有時間參加，因為係1至3年級作文嘅題材會比較簡單嘅。我相信呢5式呢啲時間應該差唔多係夠嘅。李俊迪啊，想問下你啦，你哋政綱裏面個活動係校內定向？咁我想問下呢個活動嘅時間啦、人力同埋物力係啲咩呢？同埋往年好似陳浩寬嗰一屆呢，有試過舉辦閃避球嘅班制，但係最後呢都係失敗喎。咁你又憑啲咩覺得你會成功呢？首先我回答你關於時間嗰個問題啦，我將會用一個上課嘅日子嚟到去舉辦呢個活動，最後我就會喺一個假期嗰度填補翻嗰一日嘅活動，作為一個上課日。至於人力呢，我就會邀請童軍嘅成員嚟到去作為一個工作人員。去到物力啦，我會用一啲童軍嘅物資嚟到去舉辦呢個活動。至於你提到有歷史唔成功，咁我覺得呢，我就唔係歷屆嘅會長。如果我當選咗嘅話，我係一個新一屆嘅會長，我可以創造一個新嘅歷史。唔該晒各位候選人同埋主持。睇完呢個節目之後，相信同學對各位候選人嘅政綱都有更深入嘅認識。聽日就係選舉嘅大日子，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選出最能夠代表到你自己意見嘅候選人啦。